快，听到没有？出門搭媽媽架車去皇崗口岸。上課退得有點嚴重，因為唔係線下課啊嘛。基本上我們那一班的都是跨境生，所以沒怎麼接受到那些本地生。佢對於佢所生活嗰個地方係冇任何嘅情感培養嘅。當你嘅城市或者甚至乎你呢個國家遇到啲咩危難嘅時候，係冇人願意留低去解決問題嘅。大部分嘅一個跨境學童咧，都係願意翻香港。